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今日分享恒心，題目係鐵磨鐵嘅關係。聖經講，當面嘅責備強如背地嘅愛情，朋友家嘅傷痕出於忠誠，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。鐵磨鐵磨出刃來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鐵呢，令人諗起硬淨啦、硬漢啦、鐵漢啦、兩翼插刀等等男性嘅特質。而今日所講嘅鐵磨鐵嘅關係呢，並唔係男性嘅專利。鐵好紮實有重量，磨呢就係互相琢磨。意思一講，關係經過琢磨砥礪，先至顯得紮實同埋鋒利。而呢種鋒利呢，並唔係針鋒相對、互相爭競嗰種，而係相見合璧，敏鋭於上帝嘅旨意。正如上帝琢磨大衛同約拿單嘅關係一樣，佢哋之間嘅愛並唔係世人所講嘅偉大嘅愛情啦、男性嘅浪漫啦、敢愛敢恨等等啦。其實佢哋係被對方愛上帝、敬畏上帝嘅生命氣質深深吸引，成為生死之交。為咗實現上帝嘅計劃，彼此嘅忠誠徹底委身喺呢段嘅關係裏面。大家唔知有冇去過一啲旅遊嘅地方，見到好多情侶夫妻將心心鎖喺鐵絲網上面。每一次呢，其實我都好想咁樣做，但唔知喺邊度買到嗰啲鎖頭。恆久嘅關係最重要係將心鎖喺上帝嘅應許上，並且夠膽鐵磨鐵。鐵磨鐵需要勇氣，願意為神嘅緣故呢付出代價。如果神要你去指出某人嘅錯失，責備對方，目的係要挽回對方，你願唔願意呢？可能你會被誤解，甚至要冒險承擔關係破裂嘅後果。你可能因此卻步。但係神話當面嘅責備強如背地嘅愛情。強如兩個字呢，係神所應許，要你二選其一。當然唔係叫我哋隨便咁鬧人啦、責備人啦，係要用智慧去責備、去勸誡、挽回為目的。當面嘅責備呢，我諗起先知拿單，佢同大衛呢同樣有敬畏上帝嘅生命質素，同樣有鐵磨鐵嘅關係。但係神要佢責備大衛犯奸淫、殺人兩大惡行，其實佢要冒死去講。聖靈賜佢智慧，講咗一個比喻，令大衛呢由墮落滅亡嘅懸崖邊回轉向神。大衛呢一生呢都唔會忘記神藉住拿單對佢嘅提醒，兩個人鐵磨鐵嘅關係更進一步。責備能夠挽回，相反，背地嘅愛情以自己為依歸，虛偽掩飾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士師記嘅故事？參孫唔聽責備，鍾意聽大利拉嘅甜言蜜語，結果令佢走上一條不歸嘅路。故事再一次印證鐵磨鐵嘅真理。朋友家的傷痕出於忠誠，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。可能參孫呢冇忠誠嘅朋友能夠提醒佢。弟兄姊妹，唔知你有冇喺教會揾到忠誠嘅朋友呢？或者你係咪別人嘅忠誠朋友呢？盼望我哋要知道鐵磨鐵互相追求屬靈上嘅長進呢係好重要。仇敵魔鬼呢係好狡猾，好狡猾。佢叫我哋呢唔使鐵磨鐵咁辛苦啦，大家嘅關係維持平穩啦、安逸啦、唔衝突啦，享受生活上嘅交往呢已經好幸福啦。佢見呢一種嘅關係呢，從來都唔會威脅到佢，
甚至呢喐下就散，佢就任你點樣搞都冇所謂。佢最怕我哋呢喺主嘅裏面呢追求紮實更加恆久嘅關係，以致被神去祝福使用。我好享受呢同弟兄姊妹嘅相交生活，可以無所不談。我更加享受呢相交嘅時候呢一齊嘅服侍，一齊尋求神喺個人喺教會嘅心意。相信連喺大使命嘅關係係最為恆久，最令人振奮滿足。唔知你試過未呢？盼望我哋一齊嘅努力，願神祝福我哋。